浩瀚的宇宙。宇宙是浩瀚無邊的，我們身處的地球是太陽系其中一個成員，而太陽系所屬的銀河系是宇宙很多個星系中的其中一個。行星、行星和衛星。星系內的成員包括行星、行星、衛星等。行星是會發光的星體，太陽便是一顆行星。行星不會發光，它圍繞行星運行，例如地球。衛星也不會發光，它圍繞行星運行，例如月球是地球的衛星。太陽系的結構。太陽、八大行星和它們的衛星是組成太陽系的主要星體。把八大行星與太陽的距離由近至遠排列，分別是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。它們各有不同的特點，例如木星的體積最大，土星有寬闊而明亮的光環。